Hello， 大家好！嚟到4月份，天氣變得潮濕黏立，所以今個月嘅 PV 獎賞都可以陪大家春季保持清新好心情。125 PV 嘅盜賊配加清新漱口水，結合咗盜賊複方精油、不含酒精、人造染料及調味料，我早晚都會用佢。佢唔刺激，仲有薄荷香氣，可以令口氣持久清新。如果你有戴牙套、矯正器或其他口腔用具，都可以用佢清潔，非常方便又安全。190 PV 有依蘭，佢嚟自 Young Living 厄瓜多爾農場，可以配合日常保濕霜或護髮產品使用，幫大家滋潤肌膚、頭皮同埋髮絲。好多品牌伙伴都中意佢嘅甜美花香氣息。300 PV 嘅 Life Night 係我哋每日嘅必備營養補充品，佢含有9種活性益生菌，幫助腸道菌叢平衡，支持消化系統健康及提升整體免疫力。450 PV 有深受大家喜愛嘅 Original Fala， 呢支複方精油係由 Young Living 創辦人 Gary 研發，佢蘊含花梨木、黑雲杉同藍艾菊等精油，獨特嘅香氣可以激發勇氣同自信心。平時演講或出席重要會議，我都會滴一滴喺頸同手腕位置，即時感覺充滿自信同能量。以上就係4月份嘅 PV 獎賞優惠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，俾身邊嘅朋友認識更多 Young Living。拜拜。